点冷啊？还是还好？还有拿出你们热情。我们今天现在站在这里要干嘛？啊，不是站这里，你们坐在这里要干嘛 ？Yes， 哈利路亚。阿门。刚刚瞬间变冰雪奇缘了。好，今天我们要唱，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今天要唱的歌是属于比较没有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哈利路亚跳起来。我们今天要走等候盼望啊，我们在盼望的时候，我们是有点像进行式的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的歌曲是大家要有点 swing 的感觉。大概了解吗？不是很了解，就是来，我们有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啊，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不一定是要那种，走到前面不是要自由的吗？跟我们一起左右摇摆，有没有 swing 的感觉？室内的同学动起来。
侧耳听我们每一个人刚刚深深切切的呼求，深深切切的祷告，求头仰望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爱我们每个人孩子。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传道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路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主啊，我们每个人渴慕你，仰望你，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必在对的时刻、对的时间，将我们所求所想丰丰富富的加添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